大家好，歡迎收聽 MCC Radio。呢個頻道主要係播放各位小朋友打去關心一線通輔導資訊零嘅留言嘅。如果你哋都想喺呢一個頻道裏邊播出你嘅故事或者表演嘅話，你就可以打去27778899度留言啦。唔講咁多啦，先聽下第一位小朋友梁卓南講嘅可惡小豬先啦。大家好，我叫梁卓南，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呢，我就覺得係帶出一個好大嘅道理嚟嘅。咁呢，我就希望呢，俾我細嘅弟弟妹妹啦，同我一樣嘅朋友仔啦，同埋大過我嘅哥哥姐姐啦、姨姨叔叔啦，都可以聽到呢個有道理嘅故事。亦都希望資訊靈可以將一個故事播出去啦，俾唔同嘅年齡嘅人聽到嘅。咁開始講啦。咁呢個故事呢，就叫做可惡的小豬喎。咁呢，猴子媽咪呢，就送咗一粒豬仔俾豬媽咪，豬媽咪呢，就俾佢個仔仔呢，小豬帶返屋企去喎。返屋企嘅路上，小豬一邊走一邊將豬子拋住玩，一個唔小心，豬子呢，就跌咗落去一個洞仔入邊。小豬嘅手太大啦，根本就唔可以將隻手擺喺個洞入邊。佢正焦急嗰陣，一隻鵝走咗過嚟咯，佢就用佢又細又長嘅嘴，幫呢個小豬執返去喎。小豬好開心啦，就對鵝講：不如你嚟我屋企食啲嘢啊，好唔好啊？跟住呢，我就爽快咁答應咗小豬嘅邀請。小豬就諗：佢呢真係貪食啦，我只不過隨便講下啫嘛，佢竟然答應喎。返到小豬屋企啦，小豬呢就請我坐喺度啦。去入廚房攞嘢食嘅時候，小豬又諗：唔好啦，我點樣俾媽咪知道我喺路上面將啲豬仔拋來拋去咁玩呢？唔好啦，都係將嗰隻貪吃嘅鶴快啲叫佢走好過啦。於是小豬呢，佢呢就拎兩個盤，每個呢都裝咗少少啲嘅湯啦，就拎出去啊。我哋一齊飲湯啊，鶴先生。小豬就對我講：小豬呢，因為佢個嘴又大又闊，所以好快呢就將啲湯飲晒喎。但係因為我嘅嘴又細又長，而盤入邊嘅湯亦都太少啦，少少都飲唔到。小豬喺度哈哈哈哈喺度笑佢啦。咁呢個時候，豬媽咪呢就帶住好多嘢食返嚟啦。見到小豬同埋鵝嘅情形，就知道原來小豬喺度玩緊鵝喎。咁呢，佢就罰小豬喺牆出面喺度罰企啦，就要去對住豬媽咪同埋鵝，因為呢要去睇住佢同鵝食夫婦嘅嘢食嗰個時候，等佢羨慕啊，要去回到返我嘅感受啊。咁呢個故事就講完啦，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有道理呢？我就覺得好有道理啦。有冇道理由你哋自己嚟辨別。多謝啦。唔知你哋覺得梁卓南小朋友呢一個可惡小豬嘅故事有冇道理呢？接住落嚟，我哋會聽下一位小朋友講嘅跳舞的公主。大家好，我今日會講一個故事，叫做跳舞嘅公主。從前有個國王，佢有12個女，佢每日早上都發現公主佢哋嘅鞋都係爛晒。國王通知全國，如果有人能解決呢個秘密，就可以娶到公主，但如果失敗就要處死。各國嘅王子都諗呢個究竟，但係佢哋全部都失敗。一個善良嘅士兵遇到一個位老婆婆，老婆婆就送咗一件風褸，講唔好飲公主俾嘅飲料啊，把風褸呢就披喺身上面啦，就可以引人跟住公主走噶啦。士兵決定試試運氣。晚上，士兵偷偷
污地倒瀉咗公主俾嘅葡萄酒，然後假裝睡着了。士兵睇到公主走喺地下被披上嘅風褸跟住佢哋。公主經過3座小樹林，嗰度嘅樹葉全部都係金嚟嘅，銀同鑽石。士兵每一到一座樹林嗰時呢，都會摘一片葉呢作為證物。最後公主佢哋喺一座宮殿裏面與12個王子跳舞，直到鞋子爛咗。當公主佢哋要返房啦，士兵就返自己個房，除下風褸，假扮瞓覺。公主佢哋都冇發現。第2日，士兵就攞走一個金杯。第3日，佢就攞咗3條樹枝。佢嚟咗國王面前。國王問：我嘅女晚上做咗乜嘢啊？士兵講：佢哋係喺地下嘅一座宮殿同12個王子跳舞。士兵攞出樹枝同金杯俾國王睇。國王問公主佢哋有冇呢件事啊？公主就話一切都被發現只好承認咯。後來士兵同大公主結婚並繼續皇位。拜拜。大家覺得跳舞的公主好唔好聽呢？之後我哋會聽下由 Kiki 講嘅採蜂蜜嘅故事，有請 Kiki。你好啦，咁我就係Kiki，咁我今日就好開心可以被揀中，可以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喺好耐以前，有一個牧羊人，佢準備趕羊返屋企嘅時候，無意中發現路旁嘅大樹下有一啲金色嘅嘢。貪心嘅牧羊人以為係金，於是馬上上前睇下啦，希望可以得到一筆旺財。但係嗰啲金色嘅嘢並唔係金，而係蜂蜜，因為夕陽嘅照射才顯得金光耀眼。牧羊人用手指掂下嗰啲蜂蜜，放進嘴巴試下。好味啊！牧羊人驚訝咁話。佢抬頭睇下，原來係蜂蜜。原來呢啲蜂蜜係從樹洞裏嘅蜂窩流出嚟嘅。忽然一個唔好嘅念頭從他心底湧出嚟。牧羊人就諗啦，如果我將呢啲甜美嘅蜂蜜偷走，帶到市場賣嘅話，咁唔係會無本生利？牧羊人於是爬上樹，睇下樹洞裏嘅情況，一如他所料，蜂窩裏一隻蜜蜂都冇，有嘅只係一大堆甜美嘅蜂蜜。牧羊人立刻將蜂蜜帶走。正當他打算離開時，成千上萬嘅蜜蜂彷彿感應到有敵人入侵，似的立刻從四方八面湧出來，飛向牧羊人。蜜蜂們不但把他攔住同包圍，仲打算攻擊佢，用帶有毒液嘅刺吉佢。牧羊人意識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脅，於是馬上掉低蜂窩，然後一邊逃跑一邊講：好，我走，
我唔要你哋嘅蜂蜜啦，只要你哋唔用刺吉我，咁我咩都唔想要。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凡係唔屬於自己嘅不義之財，係唔可以偷取的，否則受害的最終會是自己。拜拜。今日聽咗3位小朋友為我哋講嘅故事之後，大家係咪都想講故事俾其他小朋友聽呢？如果想嘅話，就快啲打27778899留言講故事俾我哋聽啦！下星期再見，拜拜。